听说先王在世时，常来向夫人讨教。今日我也有一事迷惑不解，还望夫人可以指点。讲。不知夫人是否听说，先王临终时，曾留下一样东西？先王留下的东西，不都在惠后的宫中吗？可这样东西，偏偏落在了邢夫人手中。若真有这种事情，那就说明这东西本不应该你得到。夫人不要糊涂，先王去世前已经立我当儿为王，你我若能和睦相处，我一定好好侍奉夫人，让夫人安富尊荣，颐养天年。可笑，这天下明明是秦人的天下，列祖列宗的眼睛时时刻刻盯着每一个人。嬴荡若能管好这江山社稷便罢，若管不好，老天说把他收了便收了。我可是诚心诚意的来向你示好。我这个人一向是我行我素。好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我相信夫人不愿意说的秘密，一定会有人愿意告诉我。方甲在。把这宫里的侍女全都押到永巷去。你敢？是。带走。夫人救我！快走！夫人，夫人走！救我！走！夫人，快点！夫人，慢着！惠后，惠后，张姐，嬴夫人，惠后大驾光临北郊行宫，真是让人又惊又喜。惠后这是来搜宫的。这北郊行宫是先王赐给嬴夫人的住处，先王刚走，这嬴夫人的住处便被搅得鸡犬不宁。先王地下有知，恐怕会恼怒不安吧。不知惠后为何事大动干戈？宫中丢了一样至宝，有人看见是嬴夫人的手下拿了，我过来问个究竟。那是什么宝物？有何证据证明此东西在嬴夫人这里？道听途说，不足为凭。嬴夫人也是微臣的长姐，看在先王的份上，给老臣个面子。车厘子，雍大人，我并不是想为难嬴夫人，可嬴夫人一心与我作对，还望二位能够劝嬴夫人回心转意。我有的是耐心，若这东西真在嬴夫人手里，迟早我是会知道的。回宫。自作自受。大王心里一定猜到了那个人是谁。不会是我？不错，那个人就是王后。大王有所不知，当日童儿曾早早窥破此事，只是我这个当娘的胆小怕事，才将此事隐瞒至今。若是能早早告知大王，我的童儿他也不会。你将其中原委仔细说清楚，不能有一句隐瞒，也不能有半句遗漏。是，谢大王。母亲，母亲！哎呦，大王，马上给寡人拟旨，即刻查封交房殿，禁止宫中任何人入王后住所，逮捕一切有干系之人，
叫廷尉府审问。是。放了一些果子酒呢，送了雍瑞几坛子，他赞不绝口。大王若是喜欢，也带走一些，尝尝我的手艺吧。说到酒啊，寡人还记得儿时你第一次酿酒，酿得比醋还要酸，还硬要寡人喝。如今手艺大有长进了吧？如今也没有人敢硬要大王做什么了。逝者如斯，如今寡人坐拥江山，却更怀念当初的岁月。这衣服会不会做太大了些？小冉和蓉儿都是长个子的时候，他俩的衣裳还是做大些为好。小冉小年纪就从军了，这也太苦了他。听说司马将军眼下将他安排在自己的大帐里，带在身边，时时调教。还不到1岁就没了娘亲的孩子，幸亏有你这个姐姐。小冉从小有志气，想来不会辜负我们的。蓉儿也长大成人了，但因为微后阻碍，楚王一直没有给他分封。想到他孤身一人在那儿，无依无靠的，真是让人揪心。八子，大监来了。大王口谕，宣芈月今晚承明殿侍寝。是，打算怎么办？公子壮年幼丧母，孤独可怜。我是母后，照料大王的孩儿义不容辞。我会向大王提议，由我亲自抚养公子壮。不过，魏夫人的儿子公子华一向被大王看重，谁知哪一日那魏夫人会不会于禁妇人？王后的当儿是嫡子，王后不如向大王提出，早日立他为太子。当儿是嫡子，但太子一事若过着急，反而会令得大王反感。依我看，最好等当儿长到3、5岁，性情初定，再找个机会和大王提更好。难道芈八子的意思是眼下公子当还看不出有当太子的资质？不然为何要等？你可知欲擒故纵这4个字，凡事欲速则不达。好了，你们不要争了，今日只是姐妹相聚，何苦为了不相干的事情闹得不高兴？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敢问阁下，可有见蝼蚁溺水而止之乎？此乃人之本性也。所以，我们儒家论人性，以善导之，可罢兵止战，天下太平。好啊！黄公子觉得这里怎么样？热闹吧？敢问阁下，右县幼童其折花摧叶，我看到一个熟人，着实罢无否。请自便。此乃人性本恶也，唯我法家倡导，以法相术，知其恶，治其恶，天下方能严正有序，令行禁止。哎，此话差。雍大人才能这样。长子，民为贵。有些时未来这里比之前更热闹。是叽叽喳喳的，像大集市。你那套。那么司马错将军你看主张法属，实质也是从3处着来阐述如何成就力斗大秦王业。公子喜欢吗？咱们俩找个地儿吃去。好，走，慢点。而景帝久战民贫，尚不具备即刻一统天下。哎，手伸出来。增强国力，这2者孰有节，纣之乱，一公一法，用兵不伤众。举其地，好吃吗？可广域民。道义上，你看这里是不是很热闹？法属，一定要法属。他们好有趣，像树上的鸟，每日从天明吵到天黑，下一日再来接着吵。
这里的人就像流水一样，得志了就出去做事，不得志了就留在这里。你看叽叽喳喳的吵嘴。那老伯是得志的还是不得志的？那公子既然在这里遇见老伯，可见老伯是不得志的。老伯大器晚成。大器还晚成，哈，那老伯就借公子吉言啊！你看老伯盼得志，头发都盼白了。眼下有个机会，不会看公子肯不肯帮老伯了。你是来投注的？那你想好没有？是要攻韩还是伐蜀啊？没有。公子若是投注于攻韩，那老伯就有可能得志。哎，怎么了？蜜都坏了，继而不吃了。肉吗？哎，您看看，多好啊！好啊！就这2张狼皮，别的没有了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别走，你就拿这2张臭烘烘的狼皮来换我这锦缎，不行啊！我这锦缎很贵。贵什么贵？2张狼皮换1匹锦缎，在我们草原都是这么换的。哎，我说你个奸商，你要是敢耍滑头的话，打你啊！你别走！谁怕你啊？这是咸阳，不是你一群。这里可是讲刑法的地方，不给钱，休想拿走我们的锦缎！哎，你个臭娘儿！将军，这俩人蛮横不讲理，咱不要了。这是嫌疑特老。你别走！你把我锦缎破了！你分明是有意把我的锦缎弄破了！你赔我钱！赔我钱呐！你这奸商故意损坏锦缎，想讹诈我们！别看我们将军老实，就可真有你们诈！听见没有？不是，你别走！走啊！赔钱！不撒！撒不撒？不撒！不赔钱！赔我的钱！赔我的锦缎！你们赔钱！还敢在关门前出城？赔钱呢你！二手就第二手！你别走！别走！赔钱呐！赔钱！将军，别走！不然就出事了！哎呦！走！怎么了？你怎么样？快起来呀！你没事吧？杀人了！一群人杀人了！走，快点！还有人了！杀人了！别动！大王有令，不管何人触犯秦法，一律依法严办。再用剪台捣碎，糊住伤口，便可逐渐痊愈。但是杀人风不同，它的毒性极大，从来就没有对症草药。要想治疗公子道，只怕什么？大王恕罪，奴婢无能。李密，大王，臣眼下也没有什么更好办法，只能是先拔去毒刺，再用拔罐吸出部分毒性。那皂角水和筅台也对毒性攻心有些延迟作用，但是要想治愈，恐怕就上面有办法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王后，您别着急，奴婢再想想办法。公子道，奴婢该死！那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去死啊！王后，奴婢该死！大儿要是救不回来，你们都去死啊！王后，大王，救救大儿啊！救大儿啊！这园子里怎么突然会有杀人风了？回大王，老奴已派人查过了，在山坡下查到了一个杀人风风巢，那地方离宫中养蜂之处很近，去的人很少，一直不被人留意。寡人知道那杀人蜂极其罕见，即使有，是出没在深山老林处，怎么会在咸阳？特别是在宫里筑巢。为了采集王后的衙役，
园子里放养了寻常的疯子。据说杀人蜂专爱吃蜂蜜，可能是那里的疯子引来了杀人蜂。幸亏继儿被魁姑护住。